禮記頒獎典禮現在開始。我首先係恭賀我哋畢業班嘅小朋友嗱，你哋咧已經長大啦喎，又要經過另外一個階段啦。其實 SARS 咧可以用另外一個定義去睇佢個噃。第一個 S 咧，我就想你哋代表用一個 smile 呢個字去代替。smile 咧即係微笑喎，笑下俾我睇。係啦，嗱，我希望咧小朋友每一日嘅生活都係咁開心，對你嘅身邊嘅人咧多啲發出微笑，因為微笑咧除咗表示有禮貌之外咧，亦都表示咧對人哋嘅關懷啦同埋支持嘅喎。第二個 A 字啦，你估我會用邊個字去代替啊？啊，真係叻啦！估中啊，陣間俾個貼紙你，就係 Apple 喎。點解要 Apple 啊？一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。小朋友要食多啲維他命 C 咧，我哋就可以增多啲思考喎，唔係淨係視覺上面享受，仲有咧又可以擴闊我哋嘅知識領域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個 S， 你又估唔估到啊 ？Sweet 哇！我翻嚟見到你啊，隻黑掹掹。最後嘅 S 咧，我就想用 sport 嚟到代替啦，就係運動啦。高長大，咁在座各位嘅嘉賓同埋家長咧，都係工作順利同埋身體健康。多謝。老師啦、嬸嬸啦、各位同學啦，你哋一旦咧見唔到佢哋咧，你可能咧會有啲唔習慣啊。點樣自己識得去洗手間啦？正要孭住個書包上落樓梯，翻又操。我哋有位同學咧，一個男同學咧，入咗去廁所好耐都唔出嚟喎。咁我又唔知佢裏邊有咩事咁。咁我副校長咧聽到之後咧，即刻走去廁所睇下做乜啦。原來嗰個希望咧，各位同學咧，自己應該真係要識得照顧自己啦。咁啊〜因為喺小學咧，首先攞獎嘅係女孩子，請女孩子上台。唔係我嗰個係兩條邊嗰個。去到中間未啊？嗰度下邊咧，仲喺下邊。係咩色㗎？綠色咯。見到上台啦。第二行。阿哥咧上咗未啊？阿哥上咗未啊？哦，未上。後尾啱啱嗰頭，阿哥未上喎。記得幾上？細媽。先入到見。唔係你影整體啊！你整體。但係你睇細到成粒色咁。影咗啊！影咗未？影黑掹掹喎。影咗整體。你跟住佢喎。得攞咗。細媽，係啦。講咗第四。我會走到啲第二排。唔好條去揮手啦，影相。都唔係呢度。好
跟住請上 KVB 嘅高班同學上台領取畢業證書。首先要頒發嘅係學業成績獎。擺。小朋友講緊爆嘅，佢表演緊咧，其實啲工作人請 K3 嘅小朋友到。呢邊。第三個頒發嘅係進步獎，請 K1 嘅小朋友上台領。差啲喎，我話呢個phụ妹仔啊。好啦，係。請 K1 嘅小朋友上台領獎。有咩感想？有咩感想？仔大女大咯，仔大女大咯。有咩感想？舅父有咩感想？有咩感想？有咩嘢講啊？影下佢哋啦，我幫佢，我同志偉影翻佢。幫我。校長、校監、校董、校長、各位嘉賓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你哋好！今日我非常高興能夠代表畢業班嘅同學喺呢一度講幾句説話。時間過得好快，轉眼間我哋就要畢業啦。首先，我哋要多謝校長、老師、嬸嬸嘅教導同埋照顧，使我哋健康快樂咁樣成長。喺呢3年裏邊，令你最印象深刻嘅係啲乜嘢啊？令我印象最深刻嘅，當然係一班好同學同埋教咗我3年嘅老師啦。咁你呢？我最記得喺課室每日角落，同埋同學玩嘅情景，仲有老師關懷同埋照顧，使我每一日都鍾意返學。係啊，課堂
上，老師安排咗好多有益身心嘅活動，使我哋從遊戲中學習。老師仲鼓勵我閱讀，引導我哋嘅思考，仲話可以培養我哋嘅創意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。而我最開心嘅就係得到老師嘅接納同埋讚賞，課室裏面融洽愉快嘅氣氛，令我哋越嚟越中意返學。3年嘅幼稚園生活有好多美好嘅回憶，校長、老師同埋嬸嬸親切嘅笑容，發生你嘅口頭話，我哋永遠都唔會忘記㗎。而家我哋要離開幼稚園，升讀小學1年級啦。雖然學習嘅環境會改變，但我哋已經做好各方面嘅準備，去適應新嘅生活，認識新嘅老師、新嘅同學，迎接新嘅挑戰。喺呢度，除咗再一次感謝校長、老師、嬸嬸之外，當然仲要多謝爸爸媽媽，你哋無微不至關懷、愛護同埋鼓勵，陪伴咗我哋順利度過幼兒學嘅階段，有你哋扶持喺新嘅學裏邊，我哋會茁壯地成長。放心啦，爸爸媽媽，最後我哋今日要全體畢業同學向出席嘉賓致謝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喺呢度，我要向大家總結一下過去1年嘅教學工作。隨住時代嘅變遷，社會嘅需要，學習唔再局限喺傳統同埋單向嘅知識傳授，兒童嘅學習模式更加唔應該係單一嘅。本校嘅課程咧係根據兒童發展嘅特徵去設計同埋編排。喺日常課堂裏面，老師透過互動嘅多元化嘅活動，俾幼兒發展各方面嘅技能，以達到培育幼兒均衡成長嘅目標。老師仲帶兒童跳出課室嘅框框，作實地嘅參觀探察。喺呢啲活動裏面，兒童都好雀躍同埋投入，充分表現咗佢哋主動學習嘅精神。今年係好特別嘅一年，由於非典型肺炎嘅影響，學校係有一段時間係停課。雖然有啲活動我哋係被逼係要取消咗，但係藉住呢個機會，我哋亦都俾小朋友認識到保持個人同埋環境衛生嘅重要，加強公民意識。呢啲知識係終生受用嘅，而且小朋友亦都發展咗佢哋嗰個忍耐嘅精神。因為佢哋戴住口罩上堂咧，實在係非常之唔舒服嘅。但係我哋就發覺小朋友咧真係好乖、好定性，佢哋都願意係戴住口罩上堂。呢個係佢哋發展佢嗰個堅忍嘅精神咧，係好重要嘅。培育幼兒係需要學校同埋家長共同努力，所以本校係非常之注重與家長之間嘅溝通。每個主題嘅單元評估，俾家長了解兒童喺校內嘅學習情況同埋進度。每個學期嘅兒童行為觀察記錄，更喺不同嘅範圍裏面，俾家長認識到子女嘅長處同埋潛能，從而改善缺點，發揮優點。家長嘅每一份支持同埋參與，都成為咗我哋喺教學工作嘅一份推動力。作為教學人員，
我同老師都會不斷進修，更新自己嘅知識，創新教學理念，與時並進。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